昨天暗时啊11:27开始，台湾会当看到天幕的奇景天狗食月。若饭店过差不多点半的时阵，观测到真罕见的红月。这后一回若要看，都要等到2028年的12月31。昨晡暝11:27到今透早4:57，5点半钟的天狗食月外传是天文秀引全球注目，甚至佫出现真难得看到的彗月。月球完全进入地球的本影范围内，也就是所谓的全食阶段。此时我们看到的月亮将呈现暗红色，也就是俗称的红月。这是因为地球的大气能折射些许太阳光线，而使月球呈现暗红色。这摆天狗食月5点钟到30分，车北透早1点30分到2点53分的月面全食阶段，大家头前看到月球会通过地球半径南边、亚洲全景、澳洲西半部甲非洲东部部分地区拢用全程看到。月食是一种天象，是指月球进入地球影子的范围内而发生短暂变暗的现象。9月8号的月全食全台可见。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9月8号凌晨1点30分到2点53分。这摆无看到，一摆要欣赏月全食，要等到2018年12月31。记者综合报道。